全给有地位，爱看哦，爱看哦，爱看哦。请问，逐年头家拢会举办马艺来感谢员工一年的辛苦。啊，若是安尼讲，头艺是啥物款的日子呢？没有时间是头艺，头艺，头艺有买艺嘛，对啊头艺嘛，头艺啊这事我就要讲啊。好来第我真正唔知呢。恁厝的较无咧拜拜啊，是嘛无开公司应该做生意是较无去注意着买艺头艺，大家拢是买艺，无咧水头艺。八月是过年前，哦，是买艺过年前，过年前嘛，所以是所以头月应该是过年哦，开工。哦，开工开工迄阵，是好。安尼共款听队友的，哦，是。哦，安尼我就选第二个，第二个过年后开工，或者头艺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过年后开工对唔对？机会来啊！阮讲不可能答第二答案拢是安尼。是啊，安尼无定对，是来来，这边机会来啊！队友你甲我比耶啊！是 A 还是 C？咱是感觉讲吼，应该是 C 啦，哦， C 土地公成立啦。土地公伯啊，是土地公呢。是为什么应该拜拜嘛？嘿，对我想讲拜拜的时阵，土地公生日的时阵啊，应该是在年头的时候拜说求一年个好运势啦。拜而且土地公嘛，今摆落来拜要讲发财嘛。对啊，土地公发财金啊。哦，有道理哦啊，若买嘅是你年尾嘛，对啊，是不是年尾啊，对啊。咱拄啊开始都来拜一个好彩头。对啦，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是土地公。 C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土地公生日对唔对？走，哇！真正有影是土地公生日啦。土地公生日，七个你想的吼。厉害厉害，恭喜哦，得到6000块啦！哎呦，轻描。好，咱继续加油。继续加油来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说一下。正月是阴嘛用的，啊，佮上悬的，佮大生第一个神会当生日，所以正月初9是天公生，啊，奉天贺土，所以这贺土的部分，咱土地公要管咱大众嘛，吼，所以第一个月份上阴的就是2，然后第一个。生日就是2月2，拜土地。啊，这个拜土地公，咱一般拢是初2，啊，搁16，这拢是做月嘛，吼。啊，毋过若伫个年头，咱叫做头月；啊，伫个年尾时要过年之前叫做尾月。所以有一句俗语吼，就是讲食尾月面悠悠。你惊迄头家甲你迄个鸡头洗为你遮来，你着。心内感觉怪怪啊，头家嘛可能互死头咯，吼，啊，搁来食头家捻喙鬚，捻喙鬚就是一款足欢喜啊，感觉足轻松的，所以一般的人是较惊食尾嘅，吼。面悠悠啊，上爱头家继续请伊规档落去做，所以食头家捻喙鬚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